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明仔载11月11号双11的购物节，全台湾有未少相关的产业，拢来加入到战局，要来抢这个趁钱点。高雄二大皇家酒店就推出着快闪的活动，只要伫11月11到15这5天，到因的网络顶去注文房间，安尼带一枚加早顿，爱死的人做伙去哦，一个人只要1111块。还有高雄的福华饭店，11月11当天，一个人带一枚，嘛同款只要1111块。来，迎接双11独身节，业者抢商机，消费者抢优惠，真侪饭店旅社介绍太真济。素食设计高雄福华饭店豪华双人房，原价8500，双11台26节，特金房间敢若2222，天一个人1111块，地当带回来，若带有优惠，才嘛有。像是精致涮涮锅的双人套餐、酸菜白肉锅，或是招牌伴手礼金砖，也都推出双11的优惠，最低111元起。饭店真有人气的咸菜白肉锅，特锅敢若711块，古早味蚵仔米粉锅411块，除了高雄福华，还有期待皇家酒店。窗外地当看到摩天轮，进入度假气氛的饭店，双11包大优惠，推出11月11号到15号5天的快闪活动。原价要价17000多元，目前可以以28折的优惠享受到这个特别的价格。特别在11月30号以前入住的话，还可以免费升等到面临摩天轮的家庭房型。在咧优惠期间，透过饭店网站订房间，在咧110年12月30号前，雅致家庭房一枚，含几顿港的自助餐早顿，4个人来，大人敢若1111块。再来看市区的汉来饭店，市景经济双人房，价一段敢若1111块。11月11号下午11点11分，饭店订房网络开始抢，亲像有名旅营业者嘛推出年底前带伫咧婚林兼乌山度假酒店、台中出客南天饭店，上价嘛敢若1111块。台东知本乐雅酒店经济双人房，嘛台65折优惠介绍4111块起。垦丁夏都酒店优惠介绍63折3111块起。除了大拍折扣，有名连锁出事11月11号迄天，名字内底若是有捆1支食饭拍5折，有2支捆规道食免钱。今年抢赌抢拜5 11月11号，业者变业绩推出折扣，让消费者伫咧这礼拜会当捡真侪好康，游山玩水食好料。